埔里镇爱兰里梅川社区举办社区文化甲产业的体验活动，有一个乡亲规家伙来报名，这大人囡仔拢算甲真欢喜。用压的压。上适合亲子同乐的手工课程，梅川社区托教所的制作过程，好带囡仔来参加民众体验到这个社区独有的托教厝的文化，嘛当了解农村社区文化产业风情。我们可以做东西，很好玩。你做了哪些东西？我做了很多可以吃的东西，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吃，学到以前的文化。这百年托教厝由传统的农村生活文化慢慢变成社区产业。梅川社区举办尊山文化季，和参加的人可以看到无同款的社区。主要来推动咱社区这托教的文化吼，来设些托教所吼，来甲咱这托教部分，咱社区文化部分，一吼会用来甲呈现。埔里镇爱兰大地因为地形的关系，古早就尊山的外号。尊山顶头的梅川社区，因为百年托教厝发展出来社区文化产业，希望讲透过这个活动，和外界会使进一步了解这个文化产业的风情。